像就是原里面我说的就是去搞选那东西这个那买么多的钱的上班的就是有多的。那是样的，那是样的，那碰杯就是碰杯都叫了，是要没，年度的。所以你这个俺们是这个必须做到这个。这嘛是我的搞夹子的嘞呀。这样我们这样做的，俺们就图书馆那儿去，那个刷这个扎这个拿这个前面这个是的，我做来吃吧。啊，那就是饮着去，别的，好的是这的。我这样我们俺就走领。马当我这看着装差不多，补的是嘞那嘞，阿拉看得查起来，哎呀，但是把墨镜是的没给啊，你得查起来。拉巴呀，杯子来查起，就把那爬了些，错了些嘞。哎，马当不分两类，今天叫什么叫？我呀，记错估计，都不错，家还有你估计的，你的这几的。可多每年多月多少钱？宝宝那给每年来月多少钱？叫居民宝宝那了看，对，等我的酒店开呀，我们家的拉什么小鱼，起码的就当我那先干不啥事的。酒店空嘛是的。我的去，俺别的应届的俺家去过来。啥子？我之前他到阿郎哥哥家啊，用着有那上心那了，叔叔俺的没着上。这怎么是？呀，学的俺是不过去的，你朋友的想。不过哎。人朋你不看的是两第二类不过。第二类的，俺没主动出击今年的是嘞，俺在啥去嘞？这个的是。啊，这个的是我的说，这怎么呢？看那可去留言嘛的，这样的。基本上，我都看不见那里吧，才想打别的。我们都是米 sexy 的是个人在用卡起个米，古董是裙子呗，古个图是的个人在用卡起个的。我今天打 sex。这怎么是样的？什么的？一点就俺马拉这生活的样看的啊啥？口是心非是他敲嘛的。你朋友就写完了。毛 sex 干就等没给起来，没得给不得是等，我那就到底送天天全出来的。但没得我那些人他干 sex 干，基本上就是当我那就没有说话的都几天的，我读研没有现场都抓工资给不嘛当时。当我这让给真的有点大点呀，的确说安排些呢，就做工的。看这不是这个这没说，来米不啥的，来地段个吃我那个啥米，来让我做这个解决我有把吃下米的呀米，来米啤酒箱子几子去没办法吃下我吃个吧，做这个啤酒瓶子你的什么小拉面来胡打不打这米呀，米了家行嘛吧，那。哎呀，不没些年难。要些年来不是，俺那怕请做就那怕做就来，来啤酒做有的是吧？看完就过来了。给，过去光什么给钱啊？大啥子？给，过去光给钱啊？大啥子？这个情月情没完嘞。呀，你就想问？啊，写个是的，问你看不去说头说的个。呀，但我说，得啥子？那叫我多讲话做啥子？叫我们俺我们那是啊，给啤酒叫对不对啥子？好呀。啤酒叫多牛就大了，大点大的噻。那别个你做不你是给问你做不你把叫完了，叫我那这生出去了，你做不是他们做我就红包了出去么个，呀那个啊这个别的就没得白给，那这边。我看今年这啤酒是原地吧，上在的是。当我笑掉。马大米，叔别的，等我的脚都不离啥去吧，吃现在不没问题啥去吧，吃现在嘞，哎，叔干的顿多了，姐姐，我红包没有我呗嘞，啊，呀，当我看到浪我的拉多钱嘞，甚至别光别不lö是我嘞么就那嘞，来别啤酒箱是不挂就要进来吧，这怎么学习？
哇，那是吧？哎，老管家人们帮我点点赞，点赞连接不加。就都是什么意思？啊，好搞笑是。男生嘛，男生是你的，就不是能拿点赞来的加。哦呀，我你们都点赞里去啊！啊这杀老虎了是。哎，里现在没别不要要的说，你安排。那你儿子给个闺蜜的儿子，要么的6岁的，你们都抢很多装了下去。但你父母呢？ผมจะ联系前面的闺蜜的听过吧？闺蜜要么当你这里面的，那几辈子就闺蜜的呀。你在啥子的？你在啥子的？马上比较哭泣的是那个闹是吧？闹死了！对，说呀，微信姑娘每年的微信姑娘又等到这个去。这个老师会看在呗那里。啊，我当个洗吧。不是别戒指的。不旁边别猪的。戒指嘛是，你在啥子的？你在不是的，你在啥子的？谢，可能就那我点赞里去了，就帮我点点赞啊，家人们。你在啥子的？但是我这个国钱不啦，哎来别的西，这别的他妈的胡打八打这的啥子的？哦呀，但没我们俩。他现在没老了些，这起码去想那热死面的来是有等等，他现在老起来起面吧，像我是把是那股的白事了。主播的性格真忙啥，掏钱拿，那古典的啥去的，那成本的你看着，那啥去的，给起码的你让哪里给我了啥去？我们的那啥要干啥去了？看看你进不进哪里给我让给我试下啥去的。哦呀，哪大瓜里啊的，胡打八打这9点轰炸的里，他给起码的，打工作东我打你给起码的，双床房顶的大的啥起的，人的就都是嘛过他打过学校的也要打着嘛你看见？咱没有比完的。什么乐器我都忘得，样的呀，肯定。那挺好的，那差那有比的，那不那人都认识有比完没？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完。啊。最后家的方向找不到了，对吗？对，家的那个方向变成那个招待酒店。哇，这什么？电脑吗？家脚给的口才杠杠的是，学死我妈的！经理。那个是那个电脑吗？他是我的前夫。啊，不是，我说那个电话嘛是。嘞，经理，学生嘛的，来看着你的情侣，你们打一下那个公屏上面打一下字嘛，我们来演绎一下，真的。那个朋友写的朋友读完。还是说朋友？朋友刚是个来，你认识的是个。大家等我，他看不出来多少。但你哪天我那时候那不会的，对面的卡我说。主播是嘛？看历史员那边说主播截图爱用。哦，我哪知道？你是觉得主播颜值主播是挺没什么的。啊。好像是挺。颜值主播挺极端。主播有啥？颜值主播啥的那是第二层的颜值要的吧？对。都当俺洗吧，我这。乖，好，那继续嘛，来嘛。来看这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的跟他下去的嘞。我就明白。我代表的不都不得给你先念的是吧？对。不干个都。主播丰富多彩，那是他今天也不写的。主播那写了，那是能写的。那么有话呢？我们有话呢，那啥是做个邻居是来谈嘛，人家做啥去的，多啥听不到。那忘了，星期几是谈过嘛？等我跟他酒吧那点啥去的？酒吧那是呗。等我跟他酒吧那突发去不啦？到微信加的那啥去了？微信加的什么的？你学习的啥去的？来陪呀？
小子们来就是家家的。那过了，装自己个没是来不来呢？着急干嘛的我呀？山庄是那一把钱，那的西西是那一把钱，像是我的呢。你说是这个啥钱去了？哦呀，哎，来谈过开呀是看的，游戏了开呀个叫了，啊游戏说是打，你说是这不啥钱？小子们的家去的。你说要六就把去了。幺六是那个嘛，吹牛是那个的。那俺的啥去的？但俺的妈的国家的拍子些，主要是山庄拍叫我的理吧我呀，俺的啥去的？来不那可是配合或者家的或者的。配合跟那山庄不的打我们的配合的不你要啦，但兄弟你我们就要啦，那啥去？这个对的嘛的去，但让东西喂，让东西然后就人家手里边啥去，手中间一边啥去？俺的个来是对呀，草里3年一把钱现在看的是，俺打给起嘛的，俺打的懂嘛，你也懂个啥去？啥要啥去？是吧？都是呢，有些举动不仅把。酒喝了不给钱，还把妹子泡走，最后连桌子上的烟、打火机都顺了。对，人家啥去的？看起来没呗？人家啥去的？这工作东我那基想着对啊，工作去了我是干着的，叫你当啷个的是干叫啥家去的我？大个营销业一个去的，对啤酒牌我想起给他啥去了？想起嘛，到半下。妈的，来，快请个教室，你的啥去的？想起觉得啥去了啊？俺大家，我这样他们的营销到错里月啥啥的，快上去抓去的。那我你上去去啥去？我的兄弟在这去，他店里错里啥事？我是给啤酒打不啥动，他给我睡这把啥去？他给起码你也这边啥去了？现在的，你还什么穷了的？啊，他给起码的我。他当理是呢，俺年轻个叫滚脚，给他这群人没懂，我那年轻个人别啥家去的，两块差六折。但大家你们女生唱歌的时候一直盯着我们男生，我们没钱献哈达，他嘞你讲么了么的说去你吧的，是一直盯着我们男生，我们没钱献哈达的时候，眼神都一直都变，那是对，没到了的么是那嘞，还是他底线的，公路那里啦的，来看过了，米语叫这，来给看他有多的，那啦。啊。1376可的。1376的520么，还么要那来的，俺这是的什么？大概用个没办法的，讲的那呀。用马给啥给？笑，10万块钱我得去的嘞，等我他强把小时老师呢，强把嘛用个啥子？俺呢就把那里这兄弟来视频去过个去不啦？给他工作的，啷么是都是把越打啥个就是掏钱了，跟他说，帮我点赞啊家人们。快的，叫子民刚把可乐混的，记不记得？刚就是那把我商场那里的。呀，大夜里说呢，别工作，哈拉么说呢嘞，啤酒这个后来不为多少呢，啷么这个后来改为多少呢？就我打啷么几后来也雇主这点个去的，胡打八大姐，啤酒的是后来下大就啷么的是后来呀，俺过了这不钱，俺啷么那是刚过这送300去想他给工作给，私下工作他给录工作录音给啥子？嘞，可你看不见，嘞不打不看不见啥子？私下去接啥子？大家主要是讲打火机打，他妈的眼泪不往那录，他给录那工作，这私下啥子？不是这样，这个反驳啊，你得记住啊。对面不是拍短视频那个吗？啥？对。我不能就他们做啥子？我刚刚打个记录诶，做这个没得。那调查的。当俺这估计什么？一开始你有感觉他妈的对打我这个对都点名很明显，但看着然没时间你代表说了嘛？他说啥子我干个比别是不是？今天我都怕给不了的什么了，不是都是你手指抓这个就带着冰啦什么的对不对？他妈东北人对不对？那他妈的是第一不上。
俺媳妇不反驳，见多了都惧怕了噻，最后把瓜子都揣在兜里了。我这真的有，嘴巴还有西瓜这个的，对。这当俺媳妇，我这真的是，不的인바 채샤네래 인데 차가지다. 이제 호르미다. 다 경과 차가지라. 경과 차가지. 다 적스네. 호르몬 지신 랑모 어디 가고래. 다 산조 어디 가데. 보면면 싹이니 지대 와 채샤네 파트가 차가지라. 네. 네 파트가지. 뭐지? 어디 제샤 가사. 我有时说家茶去啥去的，可以让我们都说大清吧，大啤酒不怕什么。我也去，啥去？来，把这样把这个的，那什么，就工作就活么呢？我们的本个里去记得的，你我们这么多大事先那都给他的历史，我在家下抓啥去的，别算的嘞。就是点数的嘛，莫别出去拿着装的别皮，你上去那钱不装钱是就没那些讲是谁个把的那产业。昨天直播了吗？直播了，还有快结账时装醉睡觉啥，真的会有。那些真的我都遇到过好几次。姐姐的外貌和声音特别像我嫂子，特别是性格是个开心果，好喜欢她。往事随风，掏钱呐，累死嘞，掏钱呐，这掏钱。就这么那都，俺就把我们的说，那去给我们都讲了，价钱嘛是得讲个，给我们都，俺你们去就把那扛把钱。价钱嘛都看米交的干了的米，咱们这是那这米我那是讲的就把讲我都觉得都，大米都什么角都还是你们都凭着吃的是吧？我还，还是上去。过了去最什么把什么都什么米的，前面都米铺单的结果啦米是价钱嘛给的是改米好过嘛啦，结果他妈价钱嘛他妈的。喂，他可能是米干的几多了，早点继续给我。大学事情昨天说了吗？昨天没有看到啥。哎呀，昨天说了宝贝，好喜欢姐姐的性格啥，掏钱呐。结账的时候装。还好。他们正好大学的什么图书馆的要那老得咋的，我们这的朋友们，光这个啥都有个。要这么说，年纪轻的，那的价钱嘛，那都有个给他。我那天可能是那这次是的哟，哎呀，你这是给自会儿没的，哎呀，你身边人妹妹，我得是不是图女给怎么的？你得啥去？别的，当我说保险那看把钱想，你肯定会拿送的那钱想，家人们帮我点赞啊！我得啥去的？你了没？肯定会拿把钱想得给他，那么上我真的抢嘛了，路上的结账钱打吧。我的准备结了。呀，我给他工作东光他基本上对啊，年轻个叫那给说东光他刚个年轻个叫啥去的？咪细节东过来，那轻个倒是就是把样行不有吧？我的。我不接的。主是买那关键你够不够啊？就去啥去？轻个的，你别还是顶级的、宽松的那就你什么的。我叫我什么的。妹妹，鼓的，快快点上去，快鼓的。但这个把没情况是妹妹，工作那的历史呢，那个说东方他全场可能你请个叫啥去一会，大家的那呀这个你服务员的那样的算，可大家是说，他离住啊去，对，我得啥去，啥去被丢个啥去。没花多少钱，这早可是花这些的。他可是没块请客交了啥米米多少钱嘛啦？过得呀，没花请客今年的米三千那9不9块钱不咯？叫我叫，可是他不说啥子，计算器给我的，除以6啥子，没除以啥子，给，你是公的，给你是公的啥子？我那老板那得过来些，老板们不是不是，给他请客今天说啥，给还是最就给这样的。还有就是建群说 AA 啥真的有，然后转完钱就会那个结算对，真的这个是真的是现实啊！快往得下去，谈不得别都会英国的给不去都去。工作东方那干过年轻个叫啥子？那边
第几个没去过呢？问的是啥子？大家乖哟嘞，服务员乖呀，追不到，大概快9个号被米管理差不多30难进去呗，但是啥子？中途多的会压的还是闲的，很多就把就是情歌以上的。那你都是对的你他们头情歌的摇过来面子是这样的上的，别的家去啤酒他们是那里边靠家的嘛，家伙带个叫的，滚就给滚就，呀就要给情歌就滚就，等我那洗给上去的那个去。其实大消费的话，AA 最舒服，真的是。但凡说请客的真正不可信，衙门的马里第几个小姐，年底嘞，年我有故事大三的对，我得讲下。那是最好的。俺中国想俺说俺得请去，我主办呢，今年才上我没进过年没对。我们干死。我们家是对，俺是他拿过的是，我是他。哎，这啥子嘞？老他们的东，我那浪漫是啥吧？就他给叫工作，俺们干前面，给故事起来，给他给起来，我就是他给大家我操！你得买的。酒店那里的那些什么，我得给学的。啊！酒店那的浪漫上面都是酒店没看的，酒店那都是国产的沙发，啊，我讲我是还是沙发。对，你行的，我就找人家。哎，你是最舒服，然后你这个不给。对。沙发的年度第二节是那出公安问，现在老赛季。是个这工作后头去吧，开始给你对吧？前面做生活的话，单位节目吧。是个几个来着？你得啥去的？你得啥去的？那是个去个去，别地主个去个去。你那是个去，我们的那个去啥？你这个的这个去，我们的邻居。那他工作，那我俺别让心狗笑死个去个去，他俺不不露这里。大消费适合事前投钱噻，真的是。俺我都独家给不多不的是当的，你得啥去的？我们都今年度假才和他做。请客今年度啊什？你得啥去？打开些个呀，得怎么的？把给东跟他工作你请客就给不接对啊啥去吧？开些我这没，你工作我靠别看着去，看了啤酒然后买菜多别浪么都是样的，我们这东的是得给去，啤酒今年打给个去，给不起来这个打工作。都我们都是读过，我们浪么是给的，但你啤酒嘞，他们想是这个这些东差的吧？都想这个那个东西，我们做我没自己点的，他我没干什么的，没也是，他啤酒点我不面没是的，俺这有就是，我的理解别的是吧？我的中这种就在那那不得了是办的，我们是那不想的些吧？介绍我得去。别人请客通宵喝不醉，自己给钱喝一点就醉。对上流行说吧，你不的，我们那你拼多钱的还好，别的约这些人都抢过钱，别推对我对的，他那就流行是那看。但闽南是有些什么的，闽的制造做单或者人家是类似的。南是有些人，但你想着你是不差的，就多米自的谁那个都打不着的。对嘛？但是我嘞，那不那就工作是你那约会是那种嘛的，你去在哪里那不是放假做生活的？我笑。你这个情况呢？你这你不是等当我有一个自由是有什么？嘛，咱们他这里开始制作或者现实差不下下的，给怎么呢？看着不一嘛，就现在嘞，浪么的汤吧，就像你多带去，民众就是的，啤酒给请妹妹，我们吧就现在消费实力大家起来，对，俺得啥子是你的利润，叫我买当过黄道或寸头什么的，我看过这啥家去的，哎呀，得别微信或者别回头是嘛，我得积极查去回家去的，要嘛的。一般吧，看是不一般，就现在嘞，看是。顺道给这种我的，你跟老的那对着的呢。对呀，我当我去啥了的去。俺在家去的，干啥？那不是的，刚过了我这地了吧？干啥？
视觉动物吧，阿拉闽南不得大家吃吧，俺那苏州的大家吃吧，然后是阿龙西的游泳圈咋都好你是那根本因吧，就像亚米有啥吃啦，哎呀，给知道，叫我给开球嘛的工作，什么点到的啥子别差些啥子，我这些米叔叔你这里就在那的工呗。多你嘞，你在的说呀，俺弄到不路啊去的，给工作比你就给这都是啥子？我这些白米帮白，今天好了吧的，是吧？哎呦这，对，你今天下播呀？我差不多都会在1点半左右才会下播。你是平时是颜值类型还是什么？哦，我就是颜值类型的。啊，刚好我也是颜值。是吗？对。这样子，我是吹牛类型的。还有见过这种2个女生只点个鸡尾酒待半天，然后一拼桌那2个女生跟咱们一样的一两样的。Tadi ngajak tak ngomong cime shu beto deh. Jawaran deh betengan deh gini. Min deh nyume kom khat nyul khat le teh nan deh sha min rote ga deh sha. Mi ji pa mi ji. Deh bu ji cha shan. Di mi ji. Ta ma pin do chi da dong do le. Mi ji. 我这个车的最。就是拼多接人多，不会怕接住，这样就是我等的是要都这样。我都帮，但你也没帮忙了，都叫人的，就是那卡些了，不拿来不要我的，不要我的，日记的你。俺在家子里，卡些我这冲着就过来的话米，阿拉嘎边卷的，我呀来几位就是的，几位就是的，就胡打不打嘛的，几位就的，那米要做的生活话米，卡个怎么工的嘞，切下去，咋的？等到弄碰杯钱，我的你的调酒的啥的，我说的是多么是，我的调酒的我就学不起来，我那这学的也就嘛多多老话米调酒还是，俺要做的什么习惯的？对，我说那什么多么的，你的调酒的啥子？不这个做拼桌的姐，你得想记得你自己爸爸就像我一样，现在都工作，所以我这样没啥的呀，是不是吧？啊，到这老着这里，他吹逼那啥子？是吧？我不会你的糖尿有钱啊，白的装差不多叫我当的节目都这不是钱调酒都人的结果是点的话。我们在当时前，我知道了，我们不把他说掉。现在酒吧和咖啡厅2个女生喝酒的大部分都是夹克太多了噻。夹克是咋说嘞？夹克就是那时候在酒吧时候经常来呢，或者从亚布都什么啥的是给人一个印象。装起来的这，你们的现在说了。阿嘞夹克哎，阿嘞演员夹克，阿嘞，我知道了，应该是吧？哎，我的说呀，工作我得来，我得主持节目呢，我得呀，没过去光带名片呀，我得是里电话呀，光你给他是这多名片啥呀？还得那补么对？哎，没有噻，那我要有吧，像补来个可以呢。哎，刚才对吧？毕业谁啥对吧？那了仙女桌是的谁啊？我得的。我们总是不可以面点开了我的，叫都是呢。那我当你这些儿多把钱，就把钱那些儿多把钱，那富婆我研究有没有？啊？富婆我研究有没有？介绍哦。你研究有吗？我说，我都在查起的不看些没？不看些。大来热历史点的，热历史。你打KTV 包间是那一把钱，上去那一把钱下面，第一个嘞，可能上去酒吧上去那一把钱下面小月嘛吧？面小月是没嘛我啦 ，KTV 上去一把钱来给是点吧？别，你 KTV 上去那酒不夹这酒，小月的都是哪个下去？是呀，包抓的这。
Ne şaşırdı?啥家？ Gerçek orada. Dışarı tuttu.那个大衣服的。妈的，你也得抽，你也得抽，那是的。我之前别那事情，那是被挑人得给我的。我保洁我的都是那，这保洁包我那的是那不的是路家的，我就记得。对面之前是嘎子那边，我们去了一个酒吧，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有5、6桌，结果那些都是夹克衫，骗子对干个了，我去吧。那时候我的说，多少没给他说。按住说的，咱们然后没点关注，点关注好吗，兄弟们？咱们家人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没有点赞。但我觉得我那真的家人们，你们不帮我点个赞吗？点个关注吗，家人们？PK 啥的做搞得大肯定是了过来呢。PK 啥的给吧，像你留下去给过来，肯定是的。那我也差不多快去做打把 PK 吧那。行，打 PK 是你给你们打俺样的。为什么？他不看大家点那里面我那是我的，大哥大姐们，我就星星记了，我也没时间去刷了，没时间刷的。我是巴拉姆了，没时间巴拉姆了。不行了，巴拉姆是了过来。是那你发申请给我吧，我不会弄这个，跟他巧嘞。结束是团粉。打 PK 啥的说。但你得给，快点给了，几嘎几多，我得交来交嘛的。那我们闭麦吧。你得搁着那个来的。